舞台上的客家大戏有别于传统野台戏，以更精致的演出手法吸引观众目光。创新的客家大戏幕后推手是林保木和江玉玲夫妻。回想2003年要接手亲戚的戏班子，也曾让林保木犹豫彷徨，因为看不到传统戏剧的未来。他心想，自己也许可以为客家戏曲带来改变。那想说，我们有练过的，就这样子把这个文化事业丢掉，太可惜了。他希望可以创作出不一样的剧团。那他一直在说动，我想说，他讲的是也是有道理。既然他有这样的想法，那我就跟着你走。改变的过程虽然辛苦，但支持太太江玉玲力挺先生的，除了是看到剧团的改变，还有那儿时的梦想。姨丈也是演客家大戏，然后觉得说我一定要在台上演出，我要扮演我们人生每一个角色，把京剧的精华融入客家，无论是编剧、导演、舞台技术或是文武场方面，都力求创新突破，是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取代过去由演员掌握演出步调的形态。当然，现在思维想法其实感官比较好。不管是在剧情的陈述，或者是说在动作的承接上面，这种做法是比较好的。我知道这条路非常的辛苦，可是因为我们讲苦，就是因为讲苦，所以才会进步。带着传统走向新时代，林保木和江玉玲的努力，为客家戏曲写下了新的一页。上课喽！讲苦，讲苦，讲苦。